师小好。首先感谢着天恩师爷，祖孙皇族、师尊、师表两位老大人的内德，咱何老先人的五代医生、医术大师的护庇，咱的前人叶老师会甲咱扶持，以及咱各位前人的鼓励，那互我靠这个学习的机会。咱各位前人，咱来看这个父母啦吼，咱今日共同分享的这个条歌啊，叫做《思念随体》。啊，伊的寄条，这就是伊对咱这个老师的一个缘分。吼，啊，伊寄条是小白的海花，我真是因为这歌词吼，这白的呀，啊，我真是咱做伙时间读一下吼，从台语看啦吼，来，开始哦。为着三者重任未完成，历尽风霜也是无完情。苦海之中驾着大法船，呼唤有缘快快登。有着家己好光景，千方百计费心神。望多了解师的心情，受到难免遇到不顺的逆境，坚定的意志永远不变。师爷日夜期待着，多日早日回天庭。感谢各位前人。那当然嘞，伫咱老师伊的寄条即内底啦吼，就甲咱讲着，伊即届所担任的即个大责任啊，也就是三则的重点。那当然，咱拄则咱的树林评论啊，吼非常的注意。一个开始甲咱分享伊的讲题的时阵啊，就有甲咱讲着，咱不等的3000万。各位前人，咱再来复习一下吼。第一就是不离不长，那第二就是不离经典，第三嘞不离神地性。那当然咱认得咱慈悲啦吼。如果咱若常常来接受个不长的话，那当然嘞，咱就会有这个心机，因为咱拢知影不长，这是天人共伴吼，一个最殊胜、家家有章，啊一个互咱发心神仙发心赞啦吼，啊，搁再来咧经典咧会点增加咱的经气，人拢常讲一句啊，经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即个咧，这不只是囡仔哦，囡仔伊伫遐定定读吼，像咱这个儿童图书馆的小朋友，伊的经典啊去读，啊读啊到尾啊咧，伊拄着一寡伊需要去判断的时阵啊，伊自然咧这经句的。会甲产生伫个脑海中，或是今天看到一篇伊是一种佛教的影片，啊伊咧访问着遮读经的小朋友，伊讲你读遮经典啊，读遮《弟子规》，你感觉对你敢有影响？结果啊，这个小朋友应该是差不多小的年龄啦吼，结果人这记者啦访问啊吼，伊讲吼，其实伊爸爸妈妈无啥时间陪伊，啊所以伊去儿童读经班。有读着《弟子规》，然后啊，伊爸爸妈妈嘛提钱互伊领养，啊，当然伫咧领养时阵吼，咱拢知影，即马囡仔若行到门口，拢有一种无形的力量。